先睇 NBA 季後賽總決賽啊，邁阿密熱火嘅前鋒立邦占士啊，貢獻咗29分同埋14個籃板球啊，雙雙嘅成績協助熱火主場以91比85擊敗雷霆啊，場數反超前2比1。轉睇歐洲國家杯 B 組賽事啊，德國對住丹麥，18分鐘啊，德國先拔頭籌嘅賓達右路界外球掟入禁區，湯馬士梅拿攞波傳中啊，中路插上嘅普多斯基勁射破網1比0啊。不過僅僅5分鐘之後啊，丹麥開出右路角球啊，門前嘅高恩迪利啊將個波頂入1比1啦。德國喺79分鐘再度超前啊，奧斯爾斜傳入禁區啊，德國右閘賓達插上推射破網2比1啊，德國最終小勝丹麥2比1啊。另一場由葡萄牙迎戰荷蘭啊，荷蘭11分鐘先下一城啊，洛賓右路推橫回傳啊，雲達華治起腳遠射個波直飛入左下角0比1。葡萄牙28分鐘攀平比分啊，祖奧彭利拿送出致命嘅直傳啊，斯朗反越位成功單刀面對個籠啊，推射破網1比1啦。74分鐘葡萄牙超出比數啦，反擊嘅蘭里啊右路地波斜傳俾禁區左側啊，斯朗避過對方守衛之後抽射近角入網啊，2比1啦。最終葡萄牙2比1反勝荷蘭，以小組次名躋身8強。睇睇積分榜啦，德國以9分排榜首嘅，8強將會面對希臘。葡萄牙以6分次名出線啊，8強將會對住捷克，而荷蘭3戰全輸嘅，得0分出局。